主后2024年6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爱慕主的显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。伫上帝甲特别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，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，我心中欢喜你。着传道理，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着坚持去传。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。因为时机得要到，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，往耳孔毋听真理，反倒趁家己的私欲耳孔上，并且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介意听，无影者的传说。总是你凡事着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者的工作，尽力做上帝找你的本分。当我牺牲家己献予上帝的时到啦，即阵就是我离开世间的时。美好的竞赛我已经拼了，着走的路程我已经走完，着守的信仰我已经坚守。伊的法官现在已经为我准备好势，主公义的审判者伫迄个日要互我，毋但互我，嘛要互拢总心无伊显现的人。爱慕主的显现，基督徒着爱慕上帝显现，也是爱慕世界，顺趁家己的欲望咧。答案真明显，毋过现实生活中却无容易辨别。咱拢无希望家己是保罗笔下所写迄种拒绝健全教义，顺趁家己欲望，倾向风寒传说的人。毋过咱真可能一无小心就会成做迄种人。安怎讲呢？大圣保罗指出，顺趁欲望的人拒绝健全的教义。保罗讲的极可能是教会内的人，因检测也学习教会传统的教义，却简单经家己介意的部分。其次，保罗指出，因世界拜人为师，就当今而言，顺趁家己欲望的人也愿意学习，因可能世界去参加灵修研习会，伫网络听无共的讲道，毋过因简单介意听人因为信主得到美满生活，和上帝安怎帮助人实现自我的见证。保罗的话提醒咱自省，是毋是家己认为爱慕上帝、相信上帝，也意爱学习，却对健全的教义一知半解，而且顺趁家己的欲望咧。提摩太后书4章10节，保罗讲到底马贪爱现世，离开伊。毋过相信底马必然也听过保罗讲过，着传道理，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着坚持去传，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。总是你凡事着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者的工作，尽力做上帝找用的本分。底马跟对保罗有一阵仔，也学习到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伊无法度坚持到底？保罗的劝勉看若像简单，
毋过基督徒若无用疼上帝做生命的动力，就无法度忍受苦难，坚持传道。有一寡基督徒内心渴求，其实毋是上帝本身，是上帝赏赐的美好生活。亲像今仔日资本主义的社会，真侪人追求自我实现，甲拥有美满生活。其实袂少基督徒也常常用安尼做人生条件，追根究底。对安尼的基督徒来讲，上帝简单是互家己得到祝福的工具，信仰只是达到成功的管道。基督徒内心上大的渴望，若简单限定伫这一世人的成就感、归属感甲自尊心，伊爱慕的是家己的欲望。譬如讲，有一寡基督徒真介意投入伫服侍，总是追根究底。伊内心所希望的是别人的肯定甲学乐。有一寡牧师真认真伫教会的事务，毋过归根究底，伊真正追求的是家己的成就感。检采基督徒袂去拜其他宗教的神明，毋过若过度追求成就感、归属感、自尊心等，可能会互这个变成做是家己心中的偶像。主所疼的圣徒啊，咱爱爱慕主的显现，伫上帝和迄位要审判所有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人的性命不在伫家产丰富，个人的成就甲尊严拢要过去，独独只有上帝所赏赐的公义法官要永远长存。默想，我今仔日追求的，内心所渴望的是倒一种的疼？我今仔日追求的，内心所渴望的是倒一种疼？咱来祈祷，天父上帝，求你的灵赐我智慧，互我看见家己和世界的有限。我深深爱慕主的显现，求你互我用恒久的耐心，听候领受你所赐公义的法官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